化生而所写的先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声音时常在我心中回响。听到它，我就想起了那一年的早晨。那一年的春天真冷啊，寒风裹着滚滚发泄，冷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春天的到来。我到了，好上，我们，小心点啊，慢速哦。小伙，这。来啦！哦，大家快洗温气哦！我看见了，画面盖上斑驳的石头亮起来了。我仿佛又来到他们的中间，回到梦开始的地方。阿爷的千里送君总有一匹，还是娘与兄送你到长亭吧。两兄三载之前出门来，我问你家中可有起房台？与兄却要行人来，家中没有妻子陪。两兄你没有弟子陪，小弟替你做大妹。你说与我做大妹，千金小姐是哪一拉位？十问小姐是哪一个？就是我家小舅拉妹。她与我是同根同月同时人，是同一块银板印出来。哎呀，妙啊！带上两个姑娘，就是养生舞台新出课的一对姐妹花。一个演的梁山伯，一个演的祝英台，他们唱得还不错吧？不错，真是喜上人也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不细听可长相随。你看那这江南水乡，怀却在，这女子闻喜风光美呀！风光美一郎喂，真是喜美却美，唱得也美。唱得好，这对姐妹花唱得真好啊！
一对鲜花是刚刚开，看得我把眼是变红哎。美丽的鲜花，人人爱呀。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不采白不采，采了还要采。讲得对，讲得好。快把他们班主叫来。哎，你们养成屋里的班主是谁？快出来！来，哪一位老爷要教过啊？是不是要变戏呀？去把演两桌的两个姑娘叫来，陪我毛老爷还有警察局的吴局长来吃杯酒。你老爷的心意我们心领了。不过他们现在正在后台忙着换行头呢，过一会儿还要演出落乐戏，为着吧，实在抱歉啊。那个他陪我们吃杯酒就耽误了你们玩行的吗？不识抬举。看嘛，两个不来，一个一定要来的。难道是你们从今往后不想在沙县这个码头上唱戏了吗？要唱！哎，吴局长，哎，两位老爷稍等啊，稍等，我去吩咐啊。行啊。尹师傅啊，不接两位老爷的面子，这道关子过不过去了啦？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趁花要上场了，哎，叫勇来陪陪啊！哎，勇来，马上去接个礼，喝杯酒，吃。对，喝一口，就为了玩行头，去吧，好走去。两位老爷，吴局长，秦小姐，来，快上座！哎呀，哎，来，快请坐。刚刚唱戏姑娘来着。哦，你就是唱两三八的，不错，唱得好，辛苦了。来，吃块无用糕啊！多谢老爷。哎呀，吃点心有什么意思啊？来，上酒啊！来，秦小姐，吃杯酒啊！哦，小姐啊！哎呀，秦小姐不但戏唱得好，这人嘛也长得漂亮啊！今朝把老爷的面子，老爷嘛一定要有赏的啊！要从上。对，要从上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有戏哩。哎，晚场说个戏呢？天上掉下东佛气，你老爷再举再为你，好事情，侬要高运噻！从此一人无忧，不云天。哎，老弟，这女孩子既然不愿意，何必强人为难？还是让她回去吧。哎呀，毛仁兄，他们不过是个唱戏的，老爷看中他，这是他的福气。老弟，既然不听好言相劝，为兄就告辞了，我要回去了啊。好，吴局长，先从毛老爷回去。好。秦小姐嘛，还是跟我回去领赏去啊。李老爷，吟咏唱得不好，这赏银我们不要了。哟，快去办戏。哎，尹师傅啊，木头的过把们这道关们总是要过的喽。你真是神圣的话呀嘛！去看。哟，跟我回去。那个头，不老爷的面子，你是老荣天猫的鼻头，我都不耐烦了，给我抢！哟，
臣服侍中三人，已经而有。养父吟唱泪淋漓，泪淋漓。台上唱伴恩怨女，台下精神。我愿我接新闻，图新年。说什么地有山我金鼓传，天有神造木仙，官有神龟。长在生死圈，为什么不把青草两分天？好歹何为的天啊天，你错看日眼望昨天，望昨天。都来看你了，来来，先喝口水吧。儿家唱戏，阵阵人哭，莫离雨，早知怕天红。断阳之人不报雨。愿老天太糊涂，春花，春伯伯，春花，你这副样子，伯伯看了心痛啊！春伯伯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春花，两层白，一层大红，送天将
委屈，我委屈，有啊，我委屈。侬来了就得有所用场了，快回去。新伯伯，你是板子，你去求求人家，放了惩罚的。哎呀，去过来，吴局长开恩，要30块大洋才肯放生。哪里有这许多大洋啊！新伯伯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哎呀，我有找办法啦。那，侬引诱我想去惩罚嘛，有的都是办法嘛。不肯去马生嘛，还好去求、去唱、去讨、去花园，可吵不开了，可吵不开了。哟，我委屈。哟，各位先生小姐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可怜女子闻喜不欢陪酒，可怜惩罚的他抱在街头，富贵女子完璧黑身，谁又有子风雨无情，3千之中要他性命3个大洋，就告我们，我就相信爸爸所言，多少不仁，皆得修身，菩萨有灵保佑你们，用口头口些好人，用口头口些好人呐！哟，小姑娘，总得有个唱两个听听，唱两个听听，唱。好，我给大家唱一段画名。花名有所听得，要唱么唱的陶文丢。再唱了。再唱了。快说！可怜我陶完裤子黄啊小
天老爷，怕得我做得啊，举出真话难以空，定大事务彻底呀穷，金罗包要么上子虚，大西光把西来啊风，击杀我班子前侧路也看上杨成武的是病告状。是那个我们的人啊！回首一生看空龙满墙坟门，心难
要对你们生。这是你君君心悲，心悲心血传到今。还有一岭八罗山，暖半时我等待一肩行队，唱戏分。小山城唱到上海城，落山一曲击罢浮生。休几日，带上要考真本领，带下诸人要真经。这就是本八罗山，岳父辈的艰辛是爹爹的身心，卷作纪念。上留神，陈话有，你们要记死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都要认真唱戏，请把做人，却不能让人看不起我们唱戏的。不要哭啊！还记得在这万年台上，我教你们的第一支戏吗？记得，草教学得。是啊，那你们再唱一遍给我听啊！唱吧。唱吧。相逢不无兄，有无阿弟，也无妹，也无姐。
英雄不解呀情，情难见你称雄啊！弟，师傅，师傅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嘞！真死了又哭不完哦，俺要走嘞。我带他们两个人到上海去唱戏还债。到上海去，有伤，春花妹妹，春花姐，春花姐，春花姐，春花妹妹，春花妹，春花姐，这个年糕你们带在路上去吧。哎呀，傻妹妹，快拿回去吧，被你伯伯知道了，又要挨伤了。哎呀，春花姐姐，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，春花姐姐。小春花是故供养辛苦，虽要比细水长，必有几几苦因我待我好比亲生啊呀，自今几手要走，妹妹知不是泪随淌。春花妹妹，早春花雨，小春花，两个春花明呀，为妹擦干脸上泪，听话才讲老时光。
慢些走，你们慢些走。陈华勇，魏师哥来了。哎呀，魏师兄来了。四爸，天生，你们要去上海，怎么会我不知道啊？四爸，我们就是怕你担心啊。陈华，勇啊！四爸，我们这一代男扮演员，都是一只小包裹，一件青布衫，从仁源到绍兴，进上海，又回到这里。哎，几十年来，我们男扮真不容易呀。四爸，而如今，你们女扮更苦更难。喏，你们两个小姑娘就要去上海闯荡，是把我实在不放心。四爸，风萧萧，又是孤雁鸣长空。水潺潺，溪水东去，泪眼朦胧。此夜去，此道几去，路难明，必须要不畏艰难独自容，帮你们相迎莫改不忘本，但愿等你们姐妹相伴，迎春风。是吧？祝愿你们一路顺风。陈华勇啊，辰光的上俺走来，魏师兄啊，俺走了。保重。四爸。也有一位男扮侍卫，他们是越剧的第一代拓荒者，化作衬衣更护花，是他们的双肩托起了女子越剧的辉煌。可是有谁知道，那些年里这些男扮事务，在这个码头送走了多少学生，送走了多少他们圆圆的梦。
有多少姐妹，怀存着希望、迷茫、梦想，一次又一次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。他弟弟学不过，因为他生蛋的小妹听了娘，因为他。好星星，蜂蜜浦江上水花，十里府上，掌声是早上，鲜花是海洋，月见王后名不虚传。唐海滩，家喻户晓，垂不尽来看你的戏呀！哎呀，今天表演得真好，唱得也不错，我还拍了不少照片呢。哦，翠花，这一次我们明星杀子第一集的封面就是你贵妃醉酒的绝招。谢谢王总兵。好，戏快给我照拍过了，我走了。OK， 最好。拜拜。哎呀，水花！台上的演出是没有话讲的呀！哎呦，真的是嗲得来，迷上我走啊！真干嘛？来，哎呀，水花呀，哎，今朝侬夜宵大老板，我一定去。侬的少年吃我心里难过得来。绍兴下午的做生活也又来了。啊，两个小姑娘来了。哎，来。趁火哟！快到来！来梁上！来！见过大老板，我有已经往的上下级。大老板，上下级。啊，还有这位上海滩的乐迷领袖，盛干嘛？盛干嘛？生干嘛？长得蛮漂亮啊，不晓得舞龙哪能啊？来，唱两曲听听。来！哦，好，快唱！唱相声。先生门前一枝梅，世上把鸟对当对，西墙门子喳喳叫，上面穿去雨穿来。今日夜的报家位，梦见西墙人上啊对，满身
个他？伊拉唱这几年了？啊，连着我去唱了6年。啊，不过都在乡下说。不得嘎。大老板，千里的那笔账，就靠他们以后唱戏来归还，侬看好不啦？好，唱戏为啥？为期3年。3年。是最今年上海城夜深过醉梦中，难得清新绍兴戏，大受欢迎于观众。小粗鲁渐渐教，做成花雨映月红，组织派我安迎讨。迎上正道一呀从。哎呀，金涛先生来了，师傅，陈国勇，金涛先生来了。呀，金涛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今天啊，新丰剧里若有一场非常好看的演出，我请你们看戏来了。什么戏呀？话剧《问天祥》。问天祥，话剧《王十八场》有什么好看的？问天祥就是宋朝的那个民族英雄吧？是啊，如今在古道上海能演这样的戏呀，是特别有意义。这每当台上问天祥昂然不屈的名册，生生世过谁无私，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啊！这台下呀，总是掌声雷同啊！哎呀，这戏我要看的。那我也要看。金涛先生，你说我们唱戏的应该多看看书，但不知道看些什么书呢？最近报上倒有几篇很不错的白话小说，是吗？很值得一看啊！那你介绍我看看。我给你带来啊，好。雪花，哎呀，雪花，我来了台下头看戏，哎呀，我把侬急出了一身冷汗了。雪花，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哦？想当初你上台，掌声是哪来？因此上封你是皇儿之位，如今你在台上王腔举办，私底下又是无精打采。花呀，10年风似人流转。哎，当老板又请来了2位年轻的角儿，年纪比侬轻，马相比侬好。咦，这有啥稀奇啦？喏，几娘嘛，总归是碰侬的呀。哦，三花，侬要是再一次上台呀，说不定场子里坐得来啪啪噗噗。一个闲话再讲回来，侬再上台的闲话，如果人家侪不来看侬，搿台下头只有我一家头。哦，侬放心，几娘照样拍手叫好。我万把花来送上台。三花，哎呀，我又讲错他了。三花，
谁是我就打我他打，谁干嘛他来了？起，我就唱起，正好，我就唱正好，起，哎，给谁干嘛去？哎呀，老婆，我趟都跟我出来看戏啊，下下那个皮啊更不要做了嘎高，好吧？晓得嘞，老公。那都侬讲闲话，我吃力死了，我真是。沈干妈，哎，你说的那对新来的家，做春花映月红，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不是吹牛啊，我个人长得漂亮不放，这个舞龙是上海滩上寻不出第三个，一口气能演唱300句没问题的。哎呦，真的，哎呀，沈干妈。牛皮吹吹呀，火辣边，说么连唱3对呀句，为唱要算正确办一口气呀，一口气也不过啊2把句。侬不相信？不相信当赌？赌？哎呀，老公！哎呀，哎，啥体了？他要与我赌。哈，啥人得侬赌？我啊！妈呀！哎呦，新姑母，哎，我要当赌，好不？赌就赌。好。哎呀，打赌了。他要是能唱300句，我身边养点神明去。他要是能唱300句，我再加你2条大王鱼。他要是能唱300句，送进儿侬每天吃饭。啊！我来。还不反正了。如果他一口气唱不满300句，阿拉不要弄钞票，只要弄声音。哪能？侬是旁上弄扎头啊，头举。赌啊！赌个，告诉侬，今朝我赢定了。要赌起来看哦。春花来，沈干妈，有啥个吩咐啊？春花勇啊，沈干妈，在正月个王局长，王太太派我当赌，我赌那2家头一口气能连唱300句没问题。哎，你们可要替我争气哦！300句，我们从来没有唱过这么多呀！哎，哪懂的？这个哪能懂的？跟小姑娘了，哎，原来还懂呢！我洗头啊！哎呦，都上了对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没这个本事，休想来上海滩上上日家。两位小姐，那要想让我的戏院里唱下去，一切都得听他的。是那个这个是，
啊，梁生，想办法那个灯下对。水花，今晚的长生殿就由祝春花帮音乐翁唱了，侬呢，要合掌了，下退，委屈吧。唐一万，你不要太泄劲了。水花，观众要看祝春花和邢月红，侬叫我有啥办法呢？俗话说，60年风水轮流转，侬已经风光了噶许多年数，好配了。他，难道你我之间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侬跟了我这几年，我没亏待过侬吧？我把你捧上了越剧皇后的宝座，不容易呀！侬能够跟我一辈子吗？不可能的。水花，侬已经买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侬不要忘记啊，我是有老婆的。你不是说他已经疯了吗？什么疯了傻了？你才疯了呢！他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记得那日长青时，金发亘古茶成骨。一上为颜色金子，一来3年结习故。今我杀去金丝娘，一张纸条来团路。春花，哟，哎，领包银啦！啊，望穿肩头一张纸条，心里苦，喷喷香，喷喷香，一阵黄香。门外见滚滚汤，一门不扬。一点滚滚汤，鸳鸯呀。了鱼了儿，喷喷香，香，看快发呀！当经理，我的报人，你接得收了？哎，不多不多，周小姐，我对你一向是另眼看待的呀。那就用不着了。哼，不识抬举。当经理，当经理。
引穿红着绿上海滩，有的是你想着的。多谢唐经理，多谢唐经理，我有谢了，我有谢了，我有死去的谢李小姐，送我了。用心打月了钱，富贵之里也藏一藏，也不报仇本日与大马路四大公司逛一逛，逛一逛心慌慌，遇见的车子多风光。高档衣料在心跳，美丽佳肴生品堂。李小姐，去。常人待我笑盈盈，李小姐，长错。李小姐，坐稳了。轻飘飘，我好似飞到了云霄上。
了心意了，还有偏见，是吗？相思相不够更厉害，快来试试吧。哟，你哪里来那么多钱？这你就不要问了。我们唱红了，钞票是真是为来的，人家有的，我们也该有；人家享受的，我们也该享受享受。哟，哎，你看我这身打扮，还不错吧？哎呦，趁机你也该问问了。不要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呐、就是一身的土气，叫人家一眼就看出是场绍兴戏的乡下女子。唱乡下女子，唱戏的有什么不好？哎呦，好什么？她古板，她土气，她不草率，一是大上海的都市奇葩，个个不神。我是土气，我是不潮流。我们下午晚上都要演出，今天上午昆曲师傅难得有空，我们就应该好好学习，好好练功。你看你进来，不是当班就是上街买东西。我问你，你已经多少天没有练功了？你喝酒了？你被人家去喝酒了？挂吧！好戏，不好吧？哟，不许醉！哼！哟，你给我回来！春花，好了，来，你呀、你也不要太伤心了啊！师傅，哎，生国有志，不能勉强的呀。或许顶要紧的，就是心里想要。还在。不去管理在，我看啊，还是好好叫练功吧。师傅，练吧，来，落下，哎，落地精神上来，好吧？好，开始吧。
面真默默进修。太子弹金帛一句真一句，恨子还是三门多做了，还是人台上秋笔中，台下恩情一大堆。风马绿，银铃地，紫罗灯，道德明镜蕊。三花，三花，哎呦，什么？哎呦，三花，什么？三花常言道，此心女子问心怀，命运多怪莫强求，台上台下皆一般，谁怨谁分？你呀快投！三花，侬要想开心。蒋师傅啊，又要抢上场了呢。啊，来了啊！三花，我快说啦，想开点啊！来听听。晓得了呀，我为来个呀，真是叫不好了，叫。
春花。呀，金涛先生。哎呀，你今天下午的演出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哪里？来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申报副刊的记者汤思娟小姐。汤小姐，你好。侬好，你好。哦，再看鲁迅先生的作风。金涛先生，汤小姐，你是我们越剧真的能演好作风吗？能，一定能。春花，我们演戏就应该演对国家、对民族有帮助的戏。可惜我们有些演员可没有这个意识啊。春花小姐啊，我们报社的女记者成立了一个妇女联谊会，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可以认得很多的朋友啊，认识很多朋友。也许会有机会认得许光平先生呢。许光平先生，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。咦，你刚才不是说是位先生，怎么又变成夫人了呢？春花，宝贝子送饭来了。我瞧呀，先生啊，进去上。哦，慢慢讲。那我们先告辞了啊，等一会快点演上的演出。这位。上去了。今朝冲考武器蛮好的了啊。演员不演出，我们要退票，退票，退票。我们也可以有。退票，退票，退票，退票。退票。哎呀！杂草，写得我心上家跳。有啊，看到了有。啊，那看到没了有？没有看到。哎，你回来啊？你要来过种种草来，你都草啊！我阿姐啊，侬这个好上侬做报告，你帮我打字。来姐姐，侬都看政务书啊，好上对了讲脏话。哎呀，30%上去再高了，搿没办法了。哎，这个阿姨啊，为啥不是侬拿手的？好上为啥不侬拿去啊？用不演，叫我来演啊！啊，我在，我演。哪能？哎，就是哎呀，都我看到报你。哎，咱两个人就开过来啊！哪来是义风深重？老夏，那么新的，我跳，对，我说真的，哎呀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退票，退票。我们也可以有。退票，退票，退票，退票。退票。啊，哪能这样子去啊？怎么会飞到啥地方去了？啊？干嘛？春花呀，春花，你这个姐姐是怎么当的呀？啊，听听，对拉路高高上山看起来着，因为我人影子都不看见，啥地方去了？啊？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我也正直接找他呢。哼！为你春花好哟，我请来神仙家来供，神仙碰上反手偏啊，莫心欢喜上空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一上空，哪能这样去啊？啊！我出钞票了呀！什么错？什么错啊？哪能这样？哪能这样？那沈干嘛？大老板，侬为么哪能桩事体？看看，我请来介许多人捧伊个场，啊，连用人影子都不看见，哎，侬咋比赛到坏了呀？啊，侬前头让我看中2路3路个角色啊，连用人呢？啥地方去了？哎呀！沈干嘛？今朝呢是上海社会局局长的太太请客吃饭，上海滩的大行全部到场，我带岳红去参加，我们就马上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来，有来了，我说当心！哎呦，上有啊，来，沈干妈，我走出来了。沈干妈，
实在不好意思。阿弟孟教授干嘛？孟教授不可以跟他对吗？用力呀！你不给一扎长真无度，失了本真迷了途，派无权贵莫虚用，无待于观众前不顾。刚刚才看到了，用力办过了。今朝的事体看了我面上，算着。哎，算了，哎，算了。算了，用我还要去化妆，还要唱戏。好了，看戏去吧。没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，大家听好。今晚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英勇学家了舞台浪向的最后一场一场。啊？哎，为啥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好了，大家早点去做准备啊，早点化妆，好好的唱好了，我发红包。好。哟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快说呀！陈花姐，我要嫁人了。嫁人？嫁给谁？难道是那个党经理？哎呀，勇啊！他的底细你知道吗？他对谁花最长期是吃对你？哎呦，他对我是认真的，但有明媒正娶，正式结婚。让我住进他的花园养吧，我要替爹娘去做文。我从此也有了归宿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终身大事。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仔细想一想啊！我早已想过，花无80岁，人无70好。唐经理虽然年纪大一些，但他有才有地位，又真心对我好。能嫁这样一个上海男人，我也就心乱意着了。你不该急着嫁人，不该把师傅的临终嘱咐全都忘记了。你还记得师傅临终时留给我们的2件东西吗？反正要嫁人了，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你难道真的把师傅的临终嘱咐全都忘记了吗？我要你跪下，跪在师傅的白鹿山面前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师傅临终时到底和我们讲了些什么？陈花姐，这些不合潮流的土话，你还提他做什么？我要你在师傅的白鹿山面前跪下，跪下，让我跪他。你把师傅白鹿山弄脏了，你把师傅的白鹿山弄脏了，难道你还要把自己弄脏吗？什么脏不脏的？谁叫我们姓蒋名不讲，是个戏子。戏子在人家的眼睛里，本来就是下九流的下梁虎。一身戏子，清澈去，是亲是奸是错是虚是梦。
真真正正肩膀记，轻轻爸爸的脑海，你可知张上万物笼中鸟啊，要想飞腾不自由，劝妹妹想想头，劝妹妹忙回头，莫因责备你问题，你问题。好了，也不用再劝我骂我了，快再静美一场。今天晚上跟你最后搭档一次，也把两种分道扬镳。送兄送党为司东，五花罗盘满丝红，五花老泪凄怜子，两兄放你一场空，一场空啊，一场空，一场几杯几杯过西东，西洋东。送你送到小里暖，你今日回去我心肝啊，我你今世无缘长江儿，来生和你再团圆。越团圆难团圆，此心一个千里远。送兄送到大门口，留子两兄我娘在，可记得古稀的当上几杯
人的一生，就好像是一条长长的路，有的平坦，有的曲折。回望走过的路，路上的每一点，都有无数种先生，每个先生都为江山代际写顺不同的命运。秋天到了，哎呀，上水花上吊死了嘞！你快点啊，回来呀！春花，汤小姐，你来了，侬的咳嗽好点了没有？现在好多了。春花，你最近所演的这几出新戏啊，反映了社会的黑暗，很受观众欢迎啊。是啊，我再也不想演过去那些没有意义的戏了。说得好。这位哦，我来跟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鲁迅与许光明先生的好朋友李大姐。晓得㑚要演作福，特地来看看侬啊。李先生，我们文化不高，只怕演不好，还要请你多多指教。哎，春花小姐，你呀、一定要有信心啊！鲁迅笔下降临上，好比那身边千万如同宝，一声呐喊恨苍天，关心垂死把人心照，人心春花娘你立志也做佛，我们为你高兴，为你自豪，为你骄傲。春花，祝你成功。谢谢。春花，广平先生对我们这次的演出也非常的支持啊。哦，我还带了封信。一封信是广斌先生叫我带给你的。那，春花姐，你别急，春花姐，方才送信的人好凶啊，他要你立刻去宽心，快宽吧。啊，子弹吧。
宗警告我不要言说话，不如啊，就让我尝尝他的滋味。陈花姐，我们还是不要言说话了。这生命关天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哟。陈花，你可是我们戏班的顶梁子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那姐妹们可怎么办呢？陈花姐，陈花，他们越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威胁我，越是要赢。对，陈花，来，快看看广明先生在信中都讲些什么。陈花小姐，决心是谜。先生手中，一支笔，好比那吉普所谓一把刀。好比欢喜民众做脚，姐妹们心连心，气氛紧，改变命运靠自身，靠自身，莫动摇，莫动摇。靠自身，莫动摇。一封信。暖心机，一封信用心写我狂风线。家里这两个神经病，搞得我是晕头转向。晕到不好，尿也不叫，娘死了！去这红半年辰光，看他模样是一副吉祥。等了屋里这位护长离开剧场，
毫无用场。朱春花要演什么祝福，上面晓得是怒火万丈，唉，真是很断肠啊！所谓局长来的，局长的，这点我，快点我，快点，当心哦，当心。尹小姐，哎，尹小姐，金涛先生，今天怎么会到戏院后台来？关在家里闷死人了，出来走走。金先生，今天是……我跟春花、汤小姐也好，在这里谈一个新的本子。春花姐吐了血，好一点了吗？好些好些了，可是没有了你大大，伤透心了。哦，对了，过些天他想回绍兴老家去，说尹师傅过世快10年了。哦，10年了，是该回去。啊，金先生，你们谈的是什么本子？你感兴趣？来，我来跟你讲讲。来，快，快走，走。哎呀，来。哎呦，哈，几位来了？好，邢勇，你这个贱胚！大老板，你为什么当真？老婆不规矩，做老公的不能教训她吗？我来问侬，今朝也把把你2位一车侬抱到街上来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来勾引亚女呢？你。大老板，有。我讲刚才就在边上，前因后果我看你清清爽爽。他妈人纯手而语，打个招呼还蛮正常。要是偷情，侬是瞎讲不讲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捕风捉影、无中生有、糊弄冤枉，当心我请侬！马大头，吃嘎上，我叫你多管闲事。你无言声。无言。我要把侬的颜色看看了，你看，来，你宣出去。啊，去，当。你这流氓！看，侬可以我老婆。大，我冤枉啊！我是清白的呀，大。清白？你一个戏子跟我讲什么清白啊？你现在抢我、用我、穿我、是我，还要勾引亚女呢？侬帮我搞什么清白？春花姐，有，曾经，新堂弟，你欺负哟！说实话，这个是我窝里向
项事体帮侬不得干。我们要请玉红参加祝福的演出，接下来我要参加联合联谊，请你不要阻拦，更不能伤害玉红。玉红是我的老婆，我想哪能管就哪能管。我告诉侬，所谓的已经正式我命令禁止你们演出祝福。今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现在是战乱时期，你们去演祝福，那等于在宣传赤化。你们还要搞什么联合义演？表面上你们在捐助苏北灾区，暗地里你们是在资助共产党，这要杀得啊！少爷，哎，还有啊，刚刚这个姓金的，还有什么啊？申报的汤小姐，我警告侬要离开这帮人远一点。联合联谊是为社会做一件好事，为什么不做？我们到社会局交涉去，玉红，一起去。哎，用是我的老婆，用跟我回去，回去。对不起，有不要紧，有。周春花，我告诉侬啊，什么联合义演，什么祝福，在我这个剧场里头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哎呦，吃夜饭的辰光到这，俺个太太啦中饭还没吃过一口啦。到命我送上来对我去，送上来对我去，饭菜都烂脱在，不吃下去嘛要饿出毛病来的呀。宋妈啊，又断落来了啦？又还是不肯吃啦？不吃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不吃都出去喂狗，喂狗，哎呦，这个啊，手机发错了，哎呦，哎呀，快呀！开门！开门！宋妈！开门！我在。吵！一天到夜吵死人了侬！真是敬酒没吃，吃嘛酒啦！我看啊，上吊你将晚上后头呢。好在。宋妈，看牢伊！当今的太太干好做啊，好做，宋妈自家做了。宋妈，太太让我出去。啊，太太。哎呦，宋妈，侬是这么客气的啦？这当今这个脾气，侬不是不晓得。这发起来，那下头你都哈哈得了眼胡子翻不啦？宋妈，哎呦，太太，侬嘛也不会为难我，我嘛没办法。
女人命苦，讲不过个命。不要打我！我不要死！不要死！不要打我！祖妈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啊，什么声音？我那个没听见。哦哟，太太，关系人家的事情不要去管哦。中妈啊，大经理回来了。唐经理回来了，今朝哪能唐了介早回来去了？天哪，天哪！被人耻笑，被人辱骂，我大毛能在上海滩还有面孔做人吗？啊？没啥，走。讲绍兴一点也听不懂。老爷们，开门，让我出去。出去？你还想出去？白纸黑字，朱春花大做文章了。你快！朱春花大骂邢月红无情无义。邢月红幽会偷情，朱春花当面作证。他明天我要开什么记者招待会？我大毛能在上海滩，我要面孔做人吗？哎呀，天哪！不会的，陈花姐，她不会对我这样的，这是烧药。烧药？你听听。这春花大骂应用无情无义，妈应用又未开庭，这春花当面作证。哎呀，标之无情。我是青花姐，我冤枉啊，大王！冤枉！朱春花作证，上海滩啥人不相信啊？你害得我戴一顶绿帽子，你害得我变成我，哎呀！侬去洗，侬去跳黄浦，侬去洗，侬去跳黄浦。当我是冤枉的当那个洗他当！娘是个贱态，我告诉侬啊，不许离开这里一步。中妈，上书。爷妈，你说过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，你在
动我为相，替我父母审问。你还说过要同我明媒正娶结婚的，你还说过这辈子再对我，你说是什么啊你？你们，哎呀妈！姨妈，是你回来了。姨妈，你是我的父要同我为相，替我父母许门。哎呀，不要走！姨妈，你是我的要明媒正娶，同我结婚的呀。妈，哎呦，终于为难杀我啊！怎么？哎呦，不光是不顾名节，讲，太太，我跟侬讲老实话，这个人是俺堂前里的毒什么？毒老婆啦！哎呦！她不是一万的表妹吗？不是个，这个王玉娥啦，老早是唱富带我，在堂经理看中以来，哦哟，富也好，道也好，富得伊们七分八素都来加倍了。不晓得啦，我还不到1年的辰光，堂经理又有外出花旦。早回到屋里，不是毛衣就是打你，伊不逼了一肚皮的气，再讲天龙我跳个你，不当心里逼得来发疯灾啦！哎呦，太太，哎呦，搿做女人们，有生意是想嫁个好男人。哎，这个两人呢，都去嫁给个当经理，做媒嘻哈一张。作孽。啊，你说过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。切把去，上吊你家在儿女，上吊你家在儿女。哎呀，这个两个人啦，都为去嫁给个当经理了，这么嘻哈一张，嘻哈一张。切把去，哎呀，要你家在儿女，要你家在儿女。鞋都去脱，这么嘻哈一张，鞋都去脱。鞋都去脱往破，能去鞋。
玉红妹子，玉红妹子，从化找了严叔，手上终于了。他叫我送封信啊。要看看仔细啊，看看清楚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啊！尤妹妹，称贼相依，有人挑拨离间，卑鄙可笑，每通记着，保自造谣。千万别信，千万当心！谣言杀人，不虑血痕，你我姐妹生死同心，才有欺骗来当点评。趁机招生万算，手上残子一月，血肉已经心里更明，知否谁错，该是谁真？这盘姐妹就更亲，在场两次懂得一困名字找着。我了，姐妹。哟，已经没有明天了，再也不能与你同舱两座了。不，我要赢，我要唱，我要赢，我要唱。见是心，又是见你面。
难忘爹爹临终言啊，时时血泪今日方才知真恩回不给唱出名字飘飘传，等我去落心间追，回不给面对与我混混传，终一年儿全不为，回不给家与须定不成家，外妹要见上贼妹。自今日做人做事，我会难追难追。乃同曾经来得回。半山北，林中多是苍一位，爱肯情愿是我愿。我是儿故乡台旁离问北，离问北，离问。红孩儿子可亮昂快，红的可让橙花金，黑的可让有红梅，我与他今世不能再相会。
妹。先生，小不讲，别急，慢慢讲。侬关照我事情，我搞定了。哎，好，用它。哎，大老板，侬正好。我说去。大老板，我说侬正好。老板啊，订户口啊。哈，你明天年假红灯，我已经叫您来了街上门口。为你准备了10只大大的花篮，马上不要太多啊！真的呀？开心吗？谢谢唐老板。我唐某人一言九鼎，从不骗人。只要侬听闲话，好好叫唱，我一定拿侬捧上越剧皇后的宝座，让侬变成过一只真正的金凤凰。好，唐老板，你对我真好。我会对你好的。唐一凡，原来你躲在这里。我来问你，你把永长到哪里去了？是啊，你说你把永长到哪里去了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？吵什么吵？别吵。景月红这个检测司机从医院里逃掉，我还没找你们要人呢。请到地。魏秀瑶自身之外张无东，当我们姐妹好起舞，今日当着众人面把前人往事说清楚。问得好。我问你，是谁害死了双子花？又是谁骗得月红这样苦？为什么不许月红上舞台？为什么不许春花一朵花？为什么恶意离间好姐妹？为什么妻子生死你心不过？为什么今朝又把心人骗？你故伎重演归几多？今日的姐妹心连心，记下你的真面目。新当的，他不是个好人。是啊，姐姐，你们都不为唐老板娘，他是真心对我好的，你真糊涂啊！他说要明媒正娶，正式结婚，让我是进他的花园养娃。他完成。好了，别玩了，是的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下辈子会对你好的。
悲情，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演，又有谁能冲破这场悲情，改变这一切？下雪了，冬天就要来了。春天还会远吗？上海滩金木里，观苦悲伤。看清了人世间，是非断肠。
万年的呀，万年的，银师傅啊，银师傅，我那心回来看哪来了？魂飞梦断上海路，欲归无归是家乡啊路，师傅啊，中间顺戏好唱，厉害的是城南啊中，阳春舞台金鹅啊。在啊，北西南生，即是啊父即是母，因此啊，那当老板无情无义，见死不救，我那心。于心不忍，与小木匠一道，从医院救出勇，到乡下，总算对得起了银师傅在天之灵哦。春花啊，春花回来了。可都没有啊！
奶奶，今天你为我们大家在唱段什么呢？是呀，唱什么？哎，还是唱春花与咏丽，梁山伯与祝英的。怎么唱啊？乡亲们喜欢听，那我就为大家清唱一段。好。两兄，两兄啊！好，两哥哥啊，我想你三餐错嘛父子。英妹妹，我想你衣冠不正，负心里。两哥哥啊，我想你郎得菱花不梳洗，叶妹妹啊，哟想那人不想到夜里。唱花友啊，咱俩去边走上来了，你临终前的嘱托，我们没有放弃。你留下的路上，我们永远都带在身边。有红，今天我们为乡亲们再演一曲《两座》吧。有红，有红，在化妆去。百年
姐妹并肩开新路，历经沧桑情意浓。总须交换梦之光，细看那月影泛里，四海飘送。一代更比一代，情不改，这一方舞台没有变，这一段姐妹情没有变，美丽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那舞台映着一缕明媚的晨光，舞动着美丽的翅膀，飞过千山万水。800年来，有些人苦乐相逢，风雨同体，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一路走来。今天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终于走出了最初的那个梦想。我们一定会走进一个新的梦，不负阳光，不负阳光。非常感人的故事的，是不是张老师？这个得来不易啊，这个旅游就是这张。